我愛攀查錯機艙插進，請問我先出站去麼？我到哪位錯呢？請你先行出插進出口，順便兩隻方向，直接向前行，就走得行到機艙插進線 A1 站，台北車站轉機艙插進。好，剛我到突然機艙停一行下，應該坐其他車也係普通車呢？建議你坐其他車，會上19分鐘，下邊車係下晝4點。好，請問偏數在哪位呢？偏數在頭前50公尺嘅進修室。提醒你，插進站度做唔得食東西哦。希望你嘅提醒。請問你手圈係唔係有隻古蹟？係啊，本門係清朝統治時期留下來嘅古蹟，已經有8公年嘅歷史。目前首張變作本門工廠，係台北市重要嘅地標。哦，原來就係呢位。彭順還有副台嘅鐘樓、鐵道鋪、三江倉庫。兩基礎日本時代留下來嘅古蹟，全都值得行行看看。哇！我係把握時間去溜溜啊，不過我嘅包袱嘅暗度呢？你唔是少，我到兩篇有包袱植物區父母。食材很讚，你要用辦算錢呢？西側春秋1小時10港元，太側春係1小時20港元。你就得使用大概植物區。好，請你教我操作嘅方式。請先測植物區編號，xác定設定筆名號碼，再得基本費20港元落去，繼續會送出筆名號碼紙條，幫你留定。我用辦兩張我嘅包袱呢？請先看一下植物區編號，留筆名號碼紙條，點落去去讀，再補準植物區使用嘅簽約，就做得順利兩張包袱咧。我知咧，希望你唔使客氣，聊到愉快哦。